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9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4篇，出来及记15章第19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7节到第15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懊恼甲祈祷。上帝保守以色列人来搬过迄个困难，渡过因心目中的这个死荫山谷，脱离地狱的大门，因过红海。这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惊奇的一个旅程的经历。若毋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就无法度来渡过这个大的困难。咱来想看卖这个过红海的奇迹甲恩典，咱有几个角度要来讲吼。第一个是一个真奇异的景象，这是一个反自然的现象。海水哪有可能忽然间崩溃？有人讲，哎哟，这段就是浅地啦，若退水的时阵这个陆地就会流出来安尼啦其实这个讲法并无法度成立啦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是伊无法度来举证家己所讲的浅地伫倒位。另外一个原因是，伫后面咱所要讲的这个第二个主题。第二个是水墙啦照伫圣经的记载，红海崩溃的水就好亲像水墙共款，所以这毋是浅水。圣经创世纪14章的经文记载，摩西伸手指海，上主予真强的东风来吹规面，予海水退去，海就成做大地，水分做两边。以色列人落海行伫迄个大地，水伫因的双边成做壁，像壁再来第三个就是拄则经文所讲到的大的海床啦圣经讲大的东风一吹规暝了后，不但海伫一暝中间来退去，水分做两边，海底也变做大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啦若毋是上帝的作为，迄个旧年待伫大海下骹的海床，哪有可能伫一暝就变成做大地？毋是迄个鹿高梅仔地呢？第四个就是去互阴捌的大军啦上帝奇妙的作为。予埃及上精英的部队，军队以色列人出埃及去的这个大军的后面来追杀因。因嘛相关落到伫红海的海底这个大地，因可能真欢喜啦因为这个河床，这个海床是一个大气定的大地。所以因遮的精英的部队的马车，对因来讲是非常顺利，会当伫遐来赛车。但是当以色列人完全过红海了后，上帝又搁找见这个大东风，将这海水来恢复原状。意思就是讲，将这个精英的陆军部队，就来甲伊淹没伫海水的内面啦。经历着这么大、
遮尔奇妙的运典了后，伫出埃及记的15章第1节到第18节，咱看见圣经记载着摩西的俄罗斯，因为摩西以及以色列人想要对上帝的保守来表达感谢的心意。后来，伊的姐姐米利暗也跟对着摩西了后，学了上帝来表达伊感恩的意思。埃及王的战马、战车甲马兵跋落海的时，上主互海水恢复原状，甲因淹没。毋过，以色列人伫海中咧行大队。阿伦的大姐女先知米利暗手提玲珑仔鼓，正妇人人嘛摕玲珑仔鼓，对伊拍鼓若跳舞。米利暗回应唱讲：恁着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大胜利，伊将战马甲马兵ฮ็落海。基督徒的信仰生命，除了祈求以外，更较重要其实是感恩甲学乐。伫祈祷中间，咱强调先爱来学乐上帝，感谢上帝，然后认罪，过来是为着人来代求，最后则是为着家己来祈求。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祈祷，咱的主祷文安尼讲：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佮讲，因为因想讲较济话，上帝才会听见。恁毋通甲因相款，因为还未求以前，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性命得到尊重，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赏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嘛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歹的。恁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恁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的过失。耶稣基督强调祈祷，毋是伫咧安尼落长安尼吼，但是咱着爱会晓伫祈祷中间来感谢、来学乐，并且有真清楚来决志，成做上帝的仆人。也则着安尼会当互人得到利益，来荣耀上帝。基督徒凡事谢恩，凡事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安尼讲着：着不时欢喜，着继续祈祷，无论什么款的境遇，拢着感谢，因为这是上帝所喜爱。爱恁才会属基督耶稣的人安尼做。诗篇114篇，以色列人出埃及，雅各的后代离开话语无像的人。迄时犹大正做伊的圣所，以色列人做伊的国度。
大海看见就逃走，约旦河倒流。大山亲像羊港在跳，小山嘛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大海啊，你是安怎逃走？约旦河啊，你是安怎倒流？大山啊，你是安怎亲像羊港在跳？小山啊，你是安怎亲像羊仔囝跳来跳去？大地啊，你见着主的面，见着雅各上帝的面，就皮皮喘。你互石盘变成做水池，互石岩变做水泉。感谢上帝听阮、救阮，互阮会当蒙恩得救。恳求上帝帮助阮时刻来学乐，时时来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